大问题就是关节处的擦伤比较严重，还好没有伤到骨头。我这边要给你开点口服的消炎药，你记得3天之后再过来检查一下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于哥，要不我们下午帮你跟峰哥请个假，你好好在家休息吧。也行，要不然你就跟他说，就说我打篮球手擦伤了。留你一个人在这儿能行吗？要不，我下午正好没课，我陪他包扎完再走吧。你跟我出去一下。哎，不能乱走，还没包完呢。我一会儿回来。什么事儿？你刚刚说冯俏俏是你的哦，我那个是为了骗那些小混混，我随便编的。我跟他完全没有关系，我保证。知道了，就是代表组织上了解一下。你赶紧回去包扎吧。哦。还有，一会儿自己回家，别让他送你。20分钟够你到家了吧？到家拿座机给我呼个铃。啊。好。赶紧回去包扎吧。我就是作为队长，监督你好好养伤。行了，快去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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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哎，得亏我跟羡羡，我俩多留了个心眼儿，及时折返了回来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俩被他们揍了，可咋办？我看是他和于哥单方面殴打别人吧。哎，不过媛儿姐，于哥到底发什么疯啊？他为什么逮着那个混混猛揍啊？好像我还是第一次看于哥这么打人啊！我一直以为于哥是那种假威风，就是只会虚张声势那种，没想到今天他还真敢跟混混动手啊！别说你了，我都第一次见他跟人打架，没战术，没技巧，逮着领头的猛揍，可以可以。谢谢。哦，谢了。是我该谢你才对，我陪你一起回家吧。不用不用，我回家咱们也不顺路。我音乐课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去趟图书馆正好跟你顺路的。真的不顺路，你也不用一直跟着我，你也不用觉得愧疚。其实救你就是顺手的事儿，我相信随便一个路人都不会坐视不理的。那万一我下次再遇到他们，能不能继续用今天的借口保命啊？不能啊！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自己走路注意点安全，不能再说我是你男朋友了哈。我有喜欢的人。你喜欢的是跛寒路吗？刚才我有危险的时候，你虽然救了我，但明显没有跛寒路被调戏的时候那么激动。你都看不见你刚才自己是什么样子，吓死人了。明显的。反正眼不瞎的都能看得出来，你就是喜欢他。跛寒路又不傻，肯定也能看得出来。不过我看跛寒路的样子，他好像在故意装傻。他为什么要装傻？一个女生装作不知道你喜欢她，很简单，就2种可能。一种可能是她也喜欢你，但是放不下矜持，在等着你主动告白。至于第2种呢，就是她根本不喜欢你，想让你趁早死了这份心。你觉得她是哪种啊？你觉得他是哪种？看你这副样子。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吧。我看段池最近对跛寒路也像是有点意思啊。今早上学的时候，他俩约好了晚上单独去天文台看星星呢。哎！猎户座大星云，编号 M43，距离地球1344光年。
果然是冬季最壮观的星座，像一块被风吹散了的棉花糖似的。M42也是最有希望发现生命的恒星育婴室，不知道粉色烟雾当中诞生的外星人会不会比较温和一些？想的还挺多。来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我去调一下相机。你调好了吗？啊？哦，还没，你再看一会儿。哎，没事吧？走吧。鲸鱼座距离12光年，亮黄色 G 型主序星。鲸鱼座题型变暗了。可以开始拍了吗？那可是恒星，怎么会突然变暗？拍不清楚，可惜了。不过朦胧的粉色星云也好美啊。你过来看一下。你是不是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呀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就算段池喜欢卜寒露，卜寒露也不可能喜欢他。如果卜寒露不在意你，很有可能他是在意上别的人了呀。你别在这煽风点火的啊！我只是陈述事实。卜寒露不可能喜欢段池。你如果这么确定的话，今晚就不会来了。果然看到不该看的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早晨听到你们说晚上要来看什么粉色星云，我想了想，也挺有趣的。刚好林千羽下午一直和我待在一起，他就陪我来了。走了。能不能不跟他走？我没有跟他一起走，我要回家。那我送你回家。你留下陪俏俏吧，我陪她就行了。哎呀，别管他们了，我们看完星云再走吧。让开，林千羽，别再闹了。哦，手疼，手。哎，疼。林千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和段池之间，你是不是选他？他是普通同学，你是我的同盟者，这两种关系有什么冲突吗？我有什么好选的呢？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你一直都知道，但你为什么要装傻？自从上次我给你恶作剧表白之后，你一直在生气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不是在生气被恶作剧了，而是因为那只是一个恶作剧，对不对？你别再说了。你偷偷给我买了吉他，放在了小卖部，还有在大卡车上的时候，我不小心靠近你，你也没有抗拒。冯俏俏说她是我女朋友，你明显就是慌了。卜寒露，你不就是在等我说那句话吗？我现在就说。卜寒露，我没有在等你说什么，你最好什么也别说。如你所说，如果非要在你跟段池之间选一个，
我只会选断指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进门不敲门啊？这么晚回来干嘛去了？你就吃这些零食吧，我看到时候检查的时候，你指标能不能过关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好点了吗？你不许跟爸妈告密啊！林千羽，你想气死我是吧？我看是你想气死我。林芊芊，卜寒露13岁生日的时候，你给他发了什么13岁生日，我早忘了，那么久了，就是发一些生日快乐都一样，每年差不多。你除了给他发生日快乐之外，你是不是还跟他说，同盟者之间不能谈恋爱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如你所见，同盟者之间不能谈恋爱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被迫当同盟者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是被迫承认当同盟者的。我都被你发现了，我能不承认吗？林千羽，你要是敢拿这件事骗我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是同盟者。我猜想，是因为同盟者作战的时候，会因为其他感情而分心，所以当初地球守卫军才制定了这个规定。真是一个敢编一个敢信啊！所以，我不能对你有任何想法，你最好也收起你那些想法。啊，知道了。那你也不喜欢断指吧？你当初到底怎么选中地球守卫军的？怎么连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和专业素养都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是给他发过。怎么，他给你看了？你还真给他发了？你真是我亲姐，你想一出是一出。那我发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呀。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让你去拔别人的气门芯儿，那次小鹿有危险，要不是你拔了别人的气门芯儿，小鹿可能就被别人拐跑了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意思是我还救过他？我长话短说吧，就13岁那年，卜寒露经常在天涯论坛上发一些帖子，要寻找外星人，寻找同盟者。结果一个社会青年就假装他是同盟者，约小鹿线下见面，小鹿差点就上当了。他那么容易就被骗了？当然了，因为他太想找到同盟者了，而且那是他姐姐留给他的朋友啊，他当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了。然后就在小鹿生日的时候，那男的就把他约出来见面，还说要送他生日礼物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我就赶紧给他编辑了那条信息。而且一回到汉堡店，果不其然，那男的在跟小鹿表白呢。小鹿狠狠拒绝了他，拔腿就跑。那男的还想骑着自行车追他，幸亏是你把他的气门芯给拔了，不然小鹿可能就被拐跑了。所以说，同盟者之间不能谈恋爱这个事儿，是为了保护他的，而且我还保护过他。
就说嘛，你俩很有缘分，你很适合当这个同者。哎呀，我的姐，你挖了一个大坑，就把我给扔进去了。你该不会是？我也喜欢他，但是他把我给拒了。拒绝的理由就是你发的那条什么同盟者之间不能谈恋爱的破规矩。不是我之前问过你吗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？我才选你当同盟者的，你这不能怪我吧？哎呀，你真是我亲姐，论坑弟你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你知道就行。你最好好好当好你的同盟者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敢露馅儿，你就死定了。哎呀，原来全世界最有资格保护他的是我，最没资格在意他的也是我。鲸鱼座 T 星本身是一颗类似于太阳的稳定恒星，如果近期出现这种变暗的异象，一定也会有其他人观测到。最近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宇宙天文现象，有颗距离地球10分遥远的恒星正在无征兆变暗，它是处于12光年外的鲸鱼座 T 星主序星 G。在恒星变暗之谜尚未得到确切科学解释之前，一切科学家不排除是未知外星文明的活动所致。糟了！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出事儿了！啊？昨晚我在天文台上观测到鲸鱼座 T 星变暗了，一颗恒星突然变暗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不太知道。意味着鲸鱼座 T 星系的外星人又要有什么大动作了。以他们的恶劣传统，无非又是要入侵哪个星球。我很担心他们会重返地球。啊，那可坏了呀！你姐姐还在星球上吧？她怎么办啊？我姐姐是假装投递过去的，以她的资历，应该会被派出征。到时候我们可以里应外合。林千羽，外星侵略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早的卷土重来了。队长，一切听你指挥。该加紧准备作战计划了，可是事情太突然，凭我们2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。我想办法想了一夜，你帮我分析一下。啊，你说。我想扩张队员，重组红莲小队。你觉得他们5个可以吗？你是说想让他们5个入队？该不该冒这个风险，把真相告诉他们？于哥，突然领我们去社团干嘛呀？我韩露找你们有事儿，袁姐和庆庆没在。是吧？这风头还没过去，让老师逮着可咋整啊？是啊，你去你就去，你挂了。老师，主任好，主任。好帅！太帅了吧！哟，都吃上了，我也吃。
我带小饼干了。哎呀，你那肉丸我看着了。哎，杨，先别聊了，听卜寒路说个事儿。哦。今天有件事想请大家帮忙。其实我也没想好要不要跟你们说，但是林千羽说，如果连你们几个都不信任，就没有其他值得信任的人了。哎呀，韩露，到底什么事儿搞这么严肃啊？哎，都是哥们儿，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。哎，就是，咱们谁跟谁啊？是啊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们。你们在 BP 机上看到的消息，其实是我姐姐从鲸鱼座 T 星发回来的，而我是1999年抵御外星侵略大战的地球守卫军，也是红莲小分队的队长。现在，外星人极有可能重返地球，卷土重来。我需要你们和我一起，拿起武器，保卫世界。他刚刚要我们干嘛？他好像说的是保护世界。跟谁？跟谁打仗？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好像是外星人。幻听，我觉得咱们一定是幻听了。哦，没错，其实我的真实身份也是99年那场世纪大战中的一名地球守卫军。他是我的队长。于哥，怎么连你？这个事儿吧，有点复杂。等有时间我再给你们解释。但是现在呢，情况非常的紧急，急需要你们加入红莲小队，和我们一起守卫地球。不是，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有事尽管提。大象，表个态。请问咋打外星人啊？你是不是傻？怎么可能真打外星人？哦。韩露，不管你干什么，我都愿意陪着你。我愿意加入。红莲小分队。我愿意加入红莲小分队。我也加入。我也加入。我也加入。我不加入。哎，杨，别闹，别闹了！干什么？别那么轻点！你俩还真要打架？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行了，是我在闹吗？是你在闹。刘洋，杨姐，没事，我跟杨说两句。走。你为了追小姑娘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是吧？连组队打外星人这种事儿你都陪着他演，你谁小点？我问你啊，卜寒路刚刚说的那些，是不是和他 BP 机上的内容有关系？那就更不能陪着他演了呀！你这不等于帮着他相信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吗？我一开始也不想帮他，但是我后来渐渐理解他了。我看你是脑子抽了吧？林千羽，我告诉你，
我只是退出了，我不是不在意了。这点小事你俩有完没完？你们答应的倒是爽快，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有什么可抢的？你是不是朋友？当然是啊，但是没有什么可是但是，你去不去？哎呦，我还不知道你今天昂首挺胸出来了，明天还不得屁颠屁颠回来找我们啊？谁屁颠屁颠的？那你们求我。哎呀，求你，杨哥！杨哥，求求你了！哎，求你，杨哥！杨哥，走。来。刘洋，我知道加入红莲小队和外星人作战是非常危险的事，你不愿意，我能理解。如果换做以前，这个秘密被人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封他的口。但你不是外人，没关系，你想走就走吧。哎呀，求你！求求你，至少给我个面子。行吧，我加入。谢谢你们，外星人正在入侵，感谢你们愿意陪我一起并肩作战。哈喽，队长，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先解除学校对我们的限制。怎么解除？韩洛，你真的有办法让老师对我们松一点？真有你！咱等会儿不会被主任给打出来吧？这个你放心，我妈她从来不打人的。是啊，因为你妈还没动手，你就自己跪。没事儿，一会儿卜寒露说什么，我们配合他就行。有什么事我顶着。刘洋，行，只要能要回我的手机，我就配合。走吧。报告。请进。好家伙，你们7个还敢组团到我办公室来晃悠？过来跟我示威来了？主任，我们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还有2个星期就要期末考试了？你们3个还有半年就要参加高考了。但凡懂点事的孩子都知道，现在该努力了。至于你，林千羽，已经留过1次级了，你这还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？你是想再留1次级吗？我不想跟你们商量，都回去学习去吧。我们这次来就是要跟您商量学习的事儿。商量什么学习的事儿？这次期末考试，什么学习？我负责让他们每个人提高成绩。提高多少，您说了算。这事儿你没跟我商量过。提前跟你商量，你能答应吗？你们有什么条件，说出来我听听。如果我能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考到您满意的成绩，您能不能把天台重新开放，把手机还给我们？还有，不要再阻拦我们几个人正常交往了。毕竟，如果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，能提高成绩的话，您也没必要阻拦，不是吗？韩露，要不算了吧？信我。就算为了手机，提高学习成绩，这牺牲也太
韩露，要不你走吧，我妈她肯定不会同意的。郭老师，麻烦你叫上程老师一起，把你们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带过来，还有去年高考分数线的表格也带过来。好。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啊。提高多少分，我说了算。你们期中考试的成绩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期末考试，那就各自总分提高30分吧。30分啊！都疯了。主任，卜寒露现在的成绩已经是680分了，再提高30分，这不太可能。我知道，我对他有其他的要求。去年咱们省理科状元是多少分来着？692分。那就692分。卜寒露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说好的红莲小队怎么变学习小组了？你让我学习，我还不如去打外星。2周时间，每人提30分，什么概念？那可是要玩命啊！为了手机，可不至于跟主任做这种交易啊！还不是为了答应韩露说的那件事。我们提30分，人家要考到692都没嚷嚷什么，我们嚷嚷什么？我就嚷嚷，什么世界大战外星人？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没关系，本来就是我应该跟大家解释清楚。等下午放学了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些东西。